合和第十，为何久久犹原心三字？你听我，我听你，敢会变过去？冷淡的气氛，封掉你温情。好好的代价，敢无伫基督内？为何时常提起就受气？欣赏你，意爱你，敢会变无影？无奈的争论，将咱隔离相对。宽容的付出，敢无伫救恩内？第三节，为何一直无想接近你？重视你，尊敬你，敢会变反影？背景的距离造成互相分开，合一的包容，敢无伫国度内？第四节，为何感觉无阁有亲密？尊重你，祝福你，敢会变口号？世代的包袱也伫影响彼此，团结的源头敢无伫恩典内？